他自己长牙。7岁就开始自己做了。后续爸爸会来吗？我跟他爸爸是在他4岁的时候离异了。他爸爸现在重组家庭了嘛，那边快要生了嘛，所以说他们没办法走不开。哦，现在你一个人带他？没有，他是给他爸爸那边的，平时爸爸带，他奶奶带。就是发育稍微有点迟缓，看起来像是5、6岁、6、7岁的小孩子。那个你听得到吗？你好，医生。哎，你好，哎，孩子呢现在是这样，就是说呢，他先天性神经发育的一个不全，就是造成排尿的一个障碍，所以逼的小便的话呢，它倒流到肾脏里面去了，肾功能不全了，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想给孩子装膀胱的起搏器，这是我们从外科角度，所能想到的一个办法。对，那个费用的话，就是说现在就是单这个起搏器这一项费用了，是不是？就这个设备的费用的话呢，大概就是说要12万左右。可以先考虑一下。国家有一定的这个赞助的这个基金，但是就是说那个到底有多少的话呢，可能还是要你去申请了以后才能知道。最后决定还是要出院是吧？出院。这个决定是你做的还是爸爸做的？我们两个做决定的。爸爸怎么想的？他说回去调理。平时他爸爸也带他看病的。之前都是在老家嘛，他爸爸都是带他去检查身体各方面都是他爸爸去弄的，只是说这次他没空。其实他挺爱他的，毕竟从小都是生病嘛，都是比较照顾的那种。只是说他爸爸现在重组家庭了嘛，那边快要生了嘛，所以说他们没办法走不开。